数位新时代，学习新3C，请现场来宾们热烈掌声按赞。虽然只是简单的甲白一些，不过成立数位学习办公室来持续推动每一个班级用网络，每一位学生用平板，才是未来挑战。但其率先全国成立专职单位，来自教育部、教育局跨单位，结合专家学者、学校甲教师代表，共同推动的数位学习团队，就是要让台南成为数位学习的示范城市。我想，继我们现在着重的班班有冷气之外，我们要生生有平板，班班有网络，而且班班有数位教室，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大幅这个拉近城乡的差距而且可以缩小数位的落差。这点我看台南市已经努力积极在做，那非常感谢我们郭司长还有我们教育部的各位长官大家的努力能够让我们台南市这个美梦成真我们一直想到过去台南是全台首学但是又于这个南北的落差，又于教育资源的落差，是整体资源的落差。所以刚刚提到，在没有使用平板之前，那个使用前，我们都低于全国平均那使用的时候，我们都高于全国平均，那就可以看到，的确这个数位的学习使用的情形下，让我们我们的孩子的学习能够大幅跃升。根据教育单位分析，不管国语、英文、数学学生在使用线顶学习以后，成绩拢高过全国平均，也希望借此让家长安心，因为这种学习在有效的管控，其实是缩短城乡落差上好的工具。不够啦，不够啦，不够可以换那些小一点的，210可以换这个的，这样都不够了。这个太简单了，然后就可以开始游戏了。开始游戏什么游戏？就像三个排成一个游戏。透过学生的操作，会中市长、教育部司长甲教育局长拢做伙来体验上项的线顶游戏学习，场面相当温馨。台南新闻，阮志何秋芳采访报道。